如果你仲未買佳景康城嘅話呢，咁就恭喜你啦，因為呢，依家全新推出咗4期啊，15棟呢個單位呢，使用率呢直接130啊。嗱，整體呢，電梯間都帶埋冷氣啊，6米挑高啊，電梯都非常豪華。跟住鏡頭一齊上現場睇睇。坦洲嘅豪宅呢，佳景康城真係非浪得虛名啊！嗱，呢個106平方呢，直接呢送咗你成30個平方啊！106平方可以做到4房2個衛生間，而且呢，重點係點啊？4個露台啊！嗱，講你都唔信係咪？等間我哋入去主人房呢，你可以睇到啊，仲大過呢個客廳添啊！一共呢係4間房啦，整體呢都係帶埋全屋嘅豪華裝修啊！嗱，今次升級嘅話呢，佢仲做埋一個大金嘅中央冷氣啦。全屋呢係帶埋華為嘅智能歸家系統添嘛？呢個主人房呢，我測咗下，將近有成30個平方啊，2個露台嗱，基本上呢，你比一個客廳呢仲要大嘅。洗手間用嘅呢都係漢斯格雅嘅衛浴啦，同埋馬桶嘅。每間房嘅尺寸呢都有成10個平方以上，主人房係最大㗎啦。咁依家折後嘅單價呢係16000幾啦。如果你覺得價錢貴嘅話呢，我手上有一批14000幾嘅單位，有興趣嘅朋友呢可以用我實地現場了解下。